大家去旅行住酒店嘅時候咧，有冇做過以下嘅事情呢？就係當你飲咗酒店房裡面嘅汽水或者啤酒之後，然後就喺便利店或者超級市場買翻一罐一模一樣嘅放翻喺房裏邊。原因係你知道，即使係同一件產品，房裏面嘅消費比喺出面貴好多，你冇必要俾酒店賺你呢個錢，係咪？咁下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同一件商品佢嘅定價可以有咁大嘅差距呢？分別喺邊度呢？點解一支礦泉水喺超級市場賣3蚊一支，喺迪士尼樂園要買8蚊一支，喺酒店咧可以賣到20蚊一支喎？明明係同一支水，佢哋之間嘅成本係冇分別噶嘛。所以一般人認為商品價格係由成本加利潤去決定咧，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謬誤。咁究竟定價背後嘅真相係乜嘢？知道咗呢個真相又對於我哋做生意做銷售有咩幫助呢？今集節目就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呢個 channel 會免費分享各種銷售技巧同思維，令銷售成為快樂嘅工作。如果你都想成為一個又開心又賺到錢嘅 sales 咧，可以參考我哋影片資訊欄中嘅課程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Tony。頭先講到點解同一支水喺唔同地方嘅價錢可以差天共地呢？好多人直覺嘅反應就係因為佢哋食水深咯，因為租金貴咯等等。但其實呢啲係錯誤嘅想法嚟嘅。食水有幾深或者成本有幾貴，呢啲係商家嘅事。消費者係唔會因為商家嘅利潤或者成本而願意俾貴啲價錢噶嘛。我同你都係消費者，如果你去買嘢嘅時候，老闆同你講，因為我哋呢度咧租金好貴㗎，所以我要賣貴啲啊，你嘅反應係咩呢？關我鬼事，係咪？我哋要明白商品嘅價格咧，唔係由成本決定嘅，而係由另外3個更加重要嘅元素決定。第一，價格係由場景去決定嘅。翻返去一開始嘅例子，喺超級市場買支水成為3蚊，點解咁平呢？因為喺超級市場呢個場景，你嘅選擇非常之多。你唔單止可以買 A 牌子嘅水，仲可以買 B、C、D 牌子嘅水，甚至可以唔買水、買汽水、買果汁、買啤酒，乜都得。喺呢個選擇極多、競爭極大嘅場景，商家係冇能力提價，所以定價就不能夠太進取啦。但係當你入咗迪士尼樂園咧，成件事就唔同晒咯。你行到又熱又攰又口渴，想揾嘢飲，周圍望下，有咩選擇呢？你可以選擇嘅就係園區入面嘅小食亭同埋餐廳。你唔可以出咗樂園再去隔離間71買嘢飲噶嘛，因為你張飛啊係單次入場嘅。喺呢個場景之下，樂園係幾乎壟斷咗你即時解渴呢個需求啊。對於樂園嘅小食亭同埋餐廳嚟講，佢哋嘅競爭對手唔係出面嘅超級市場，而係你啊忍唔忍到口渴嘅意志力啊。當你頂唔順要買嘢飲嘅時候呢，你就進入咗個低選擇性嘅消費場景。所以一支水即使賣8蚊，你都會乖乖地俾錢。佢之所以可以咁樣定價，而你又會俾錢，係因為呢個壟斷性場景所導致嘅。同樣地，酒店房嘅場景，當你3更半夜喺酒店房，可能啱啱沖完涼，又或者同朋友傾緊偈，突然間想飲罐可樂，你望下個 mini bar 成為20蚊，你會唔會為咗慳10幾蚊而特登着翻衫搭電梯落樓行幾個街口去便利店買呢？大部分人都唔會啊！你所付出嘅呢20蚊，你買嘅唔單止係罐可樂啊，仲買緊方便，仲買緊唔使喐同埋時間。你喺酒店房呢個場景裏邊，你對便利性嘅需求遠遠大於對價格嘅敏感度。所以首先我哋學到嘅第一件事就係價格並唔係由件產品本身去決定，而係由消費者身處嘅場景去決定嘅。咁呢個定價嘅真相對我哋做生意有啲咩啟示呢？就係我哋要識得為自己嘅產品或者服務創造一個高價值嘅場景。例如你開一間咖啡店，你賣嘅絕對唔可以只係一杯咖啡。如果你單純賣咖啡呢，你嘅競爭對手就係71啊、麥咖啡啊等等，競爭非常之大，最後只有落入價格競爭。但係如果你將你嘅場景設定為一個可以俾人專心工作嘅空間，提供穩定嘅 WiFi、充足嘅插座、舒適嘅座位，又或者你嘅咖啡、你嘅蛋糕賣相非常精美，令到你嘅咖啡店變成一個打卡嘅場景，咁你嘅一杯咖啡就可以賣得比其他人貴，因為客人買緊嘅唔單止係咖啡啊，仲買緊幾個鐘頭嘅工作空間，又或者係打卡點所為佢帶嚟嘅情緒價值。你改變咗個場景，就改變咗你嘅價值，所以可以改變你價格。第二個真相，價格係由顧客嘅認知去決定嘅，唔係件貨本身值幾多錢啊，而係你嘅客人覺得佢值幾多錢。呢個就係所謂嘅認知價值啦。舉個簡單例子，即使喺同一個場景之下，一支維他礦泉水同埋一支 Evian 礦泉水，你願意為 Evian 礦泉水所付出嘅價格應該會高過維他啦。咁但係點解呢？如果我問你，你知唔知道兩支水喺成分上面嘅分別？好大機會你答唔出。所以價格上嘅差異咧，一定同佢哋產品質素無關嘅。但係如果我問你兩個牌子俾你喺感覺上嘅分別，你應該好快可以講得出啦。飲 Evian
礦泉水嘅感覺俾人就係高尚啦、有品味啦、優越感啦、有要求啦等等。而正正就係因為呢一啲感覺上面嘅分別，令到 Evian 礦泉水可以賣得貴過維他。所以你賣嘅嘢本身值幾多錢唔緊要啊，客人認為佢值幾多錢先係重要。呢個真相對我哋做生意嘅啟示就係咧，我哋唔應該只係埋頭苦幹去改良個產品啊，仲要識得價值溝通啊。你要用消費者聽得明、感受到嘅方式，話俾佢知點解你嘅產品值呢個價。如果你係用緊更靚嘅材料，你要影出嚟俾佢睇啦。你嘅服務比其他人更加貼心，你就要將客人嘅好評展示出嚟。你嘅品牌有個好勵志嘅創業故事，你亦都要拍條片去講出嚟。所有嘅市場營銷、品牌建立、文案寫作，核心都係做緊同一件事，就係管理同埋提升客戶對你產品嘅認知價值。當佢哋覺得值，你個價就唔係問題啦。最後一個真相，亦都係最經典嘅經濟學原則，就係供求關係。簡單啲嚟講，就係物以罕為貴啊！點解8號風球嘅的士可以坐地起價呢？因為呢個時間需要坐的士嘅人非常之多啊！喺的士數量不變嘅情況之下，市場出現供不應求嘅情況，咁即係話的士司機有權透過加價去篩選客戶。當然呢個只係純粹從市場經濟角度去講，有冇犯法呢係另一件事。呢個原則唔單止適用於實體產品，虛擬嘅服務都得㗎。例如一個好出名嘅設計師，佢嘅時間係有限嘅，一日就係得24個鐘，一年最多接到嘅 job 就係咁多㗎啦。當好多客都想揾佢做 design 嘅時候，佢收費自然可以定得好高。佢賣嘅唔係設計圖啊，而係佢時間同埋才華上嘅稀缺性啊。所以價格嘅第3個真相就係稀缺性決定價格。呢個原則對我哋做生意有啲咩啟示呢？就係我哋要思考點樣為我哋嘅產品或者服務去創造稀缺性。只有喺稀缺性面前，你先有定價能力。其中一種做法呢，就係你要選擇一個競爭比較細嘅市場，即係消費者選擇比較少嘅市場。你喺消費者面前係一個稀缺嘅選擇。例如你係賣洗頭水嘅，如果你嘅市場係一般追求洗得乾淨就得嘅消費者呢，你會面對好大嘅競爭，因為市場上有大量嘅產品可以做到呢個效果。呢個市場上面嘅消費者面對嘅產品選擇多到無數咁多，但係針對一啲要經常漂染頭髮或者電髮嘅人嘅洗髮水呢，就相對地少啲。呢種產品喺市場上係相對地稀缺嘅。咁你就會有比較高嘅定價權。總結一下今日嘅內容，我哋拆解咗定價嘅3個真相。第一係場景，你喺邊度賣決定咗你可以賣幾貴。第二係認知價值，客人覺得你值幾多錢，比你實際嘅成本更加重要。第三係稀缺性，當消費者選擇唔多嘅時候，你就有定價權啦。如果你認為今集節目對你有幫助嘅話，就分享出去俾多啲人睇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